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那为什么现在才来讲呢？那平常正常做不是已经下班了？那你可以一起做啊。好。要换这一面。我先下去吗？我办一个在学证明我就上来。在学证明啊。哦，难怪。我很好奇。是这个。不是你的鞋。对呀，他不是一起你不认识啊。我看过了，就我看到了花镜啊。哦，古怪。四太子11人。有，听我跟到讲。对，这个早上1个月会一次大聚餐，这是他们的早。哦，我就想。你还早，还没到吧？你还早，怕的是到时候又改了，制度又改了。不要讲那么多。有时候你那个谁杨海你有没有？跟他们一起出去玩，他们几个脚好像起来。在捷运呢。很方便。